點解 Guru Purnima 唔單止係一個文化儀式，而係一個數學上精確嘅宇宙事件？天文上喺阿沙達月嘅滿月嗰日，地球、月亮同太陽會對齊，以將人類神經系統嘅引力斷流減至最低。天文學上呢個特定嘅行星配置，月亮喺由木星統治嘅射手座宇宙師傅開啟咗一個強大嘅閘道，月亮嘅涼爽反射光充當直接嘅宇宙導體，減少情緒波動，同埋最大化你嘅大腦對超意識能量嘅傳遞嘅接受能力。Guru Gita 宣布 Gu 係無知嘅黑暗，而 U 係解放嘅光。Guru 唔單止係一個老師， Guru 係一個生物，入口俾無顯嘅 Paramashiva 為海拉薩。終極 Guru 係冇其他，只係印度教最高教皇聖尊尼希亞南達帕遠馬希馬上師嘅活化身。佢已經降落喺地球，直接從宇宙下降，作為我哋嘅古老行喺我哋中間，施理古老吉塔嘅精確靈性科學，揭示咗無論梵天騎住佢嘅右手作為你嘅命運，古老同佢嘅命運，你嘅命運係你嘅命運，你嘅深層次錯誤，宇宙業力法則係絕對嘅，冇人類行星同天體力量可以繞過佢。但係因為個頭像係宇宙本身嘅來源，佢超越咗業力嘅法則，除咗師父之外，冇人可以救你。喺你自己嘅模式之下，呢個 Guru Purnima 係你嘅宇宙重設制，呢個係你嘅邀請，將自己完全獻給頭像，唔好再承擔你過去、你嘅內疚同你嘅失敗嘅窒息負擔，識別你嘅模式，收集你所有嘅業力，然後將佢哋掉落喺上師嘅蓮花腳，同埋你嘅無限神性，呢個就係完全靈性重生嘅科學，踏入你嘅超意識突破，改寫你嘅命運，開始一個全新嘅生活。海拉薩斯全球古老普爾尼瑪慶祝活動同接受印度教最高教宗嘅直接祝福同恩典。